为了向一个少年工艺师林胜权，伊对生活的雕刻是真有兴趣。伊为读册时就开始伫咧学功夫，到即马是真是手。林胜权乃晓生活的雕刻，伊对切线钢艺冇伫咧研究。高一的时候开始做这个，那时候是半工半读的状态。 林胜权嘛讲到，古早时工艺和现代工艺不同，除了对比感、技术的要求，嘛需要时间来详细制作，才当展现生活工艺厉害所在。那一尊做起来哈，大概从打稿开始起来，也差不多要做个1个月。 林胜权和爸爸林中辉嘛，伫咧北港文化中心展览作品，展览时间到5月7日，欢迎大家同齐来欣赏工艺水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